嗨呀，各位聽眾，你安好無？食飽啊未？這禮拜我人啊，規世界，敢若福建邊咧福建啊，拍世界啊人。我有到底英國嘅一個，唔是一個一地咧sauce can，係咪一地？嚇哦，叫咩冇叫咩一條啊？見招係一手啊，sauce can 一條，了個有我人嘅鵝咧鵝龜鵝啊鵝頭，鵝龜鵝。嚇鹽叫大佬嘛，伊是啷去往誒即個forum 為我睇看到伊是往誒 moderator 我唔要講咯，就上次咩阿龍教隻 boss 啫，教隻邊人家教隻鵝頭歡迎，佢呢啊？拍手，佢呢啊？拍手啫，哎呀，掉線，誒唔掉線啊！拍照來歡迎各位聽眾。我是版主嚟呀。係咪你是觀音嘛？你講咩？你係咩主？版主係咩？版主。哦，版主，哦下掉啊！版主了個一個，人係咧 forum 是叫做咩？嚇？你有咩 forum？邊啲學嘅 forum？我睇咧學嘅話叫做咩 ？forum 叫做咩啊？等人叫做論壇嘛，你不要講嗰隻論壇咯，論壇啊，論壇，其他論壇啊，其他啊，喂個，喂，等陣，咱會歡迎咱嘅廣華直播他講好似播報咗人嚟這邊嚟邊咧福建聽嚟節目，人甲人講歡迎，拍手者，歡迎到人各位講話直播嘅人，咱個到底講話直播會條方位嘛？有時就自人嚟走嚟聽咱嘅這邊咧福建嘅節目咧，當見講話直播嘅人，感謝人就聽啊！起步啊，你起步啊，你起步啊，咩起步？你講話直播來聽嘛，睇下夾辦來見報啊。相見，你個頭啊！你個相見啊！其實煎包我都唔知係咩意思嚟啊！了個有嚇，當今未幾個人講啊，叮當啊，未幾講，特別做節目時未幾講，當今有隻新網入邊咧，見到佢咪會有多少邊個就好多拍曲嘅隻鴨邊啊！你使入邊拍曲啦，啊是買咧，你使期望嘅 forum 讓正叫做啊咩亂蛋，佢邊咧學嘅，佢邊咧學嘅下邊嘅會啊，亂蛋咯，佢係亂蛋會，到啲正啲 forum 佢即係啲頂面邊嘅攞嚟車，會佢邊大隻讓佢，啊是你使佢依個網頁地址是 forum dot邊咧學見.com 不是去教，我諗嘅亂蛋嘅會。嗱，各位這個禮拜咧，做新嘅特別嘅邊，今日會這個到邊咧嚇鵝頭。落嚟記啊，即是鵝龜鵝嚇，唔是鵝食嘅鵝頭。鵝頭到邊咧啊？是唔是飲氣？係咪話街鵝頭到得咯？來到 KL，看到嗎？到 KL。我當你到 KL 嚇，我真冇幫你邊咧人到邊咧，我知道。邊咧人貴司基本是嘛，有陽光的地方就有冰城。誒，韓譯啫，有隻頭嘅會到有邊咧人。對。字頭拍個大陸。接嘅講過，如果有淡薄真正好笑嘅關於邊咧嘅人嘅數啲英國嘅，教人家講。係使。哎呀，這禮拜他咪講，我個被拍咗。這禮拜他咪講咩啊？咁我講見招一條嘛對。咱咪講規矩告訴啊，這個 show 嘅 idea 或者節目嘅意見，無 idea 係咩？冇啦，你成日講咩馬來西亞嘅規矩，係種本地規矩團別啊，這是我媽叫我講嘅，我媽同我爸講，你咪講你本地規矩告訴。所以禮拜咱講本地規矩告訴啊。講莫成講佢你哋屬個食就係咩咯？冇咱講咱等我不等嘢，你哋講咱就笑到本地規矩頭上面嘅是笑到係咩？我冇掛。你咧鵝頭？是掛。我就係榴蓮喎。冇，唔是哦。我就榴蓮。冇掛，冇都想對咩？飲布。
任務有冇硬食嘢是你定唔嘅？是青哦，青，我是嗰隻硬嘅，我是嗰隻硬。我是嗰隻你女嘅咧，你 jambu air。應該係嗰種嘅青種任務咧，話碌運即係頭頭咪頭頭，所以咪混戰就好了。啊，溫水袂混就好了，樣是。jambu 叔叔係咩？古靈 jambu 啊？啲硬食、青色啊，特別係靈嘅咧。外邊咧硬食任務嘅多啦。要哪種一種是，一種是較細嘅，成個啊，這裡較大咧。啊，這裡細嘅，一碎嘅嘛，冇乜甜嘅。另外一種是較大粒、紅紅色白色嘅咧，然後係奶嘅色嘅咧。我唔知，我所發就係哪種嘅。啊，這奶啊，你讀英國隻股啊咩？你讀英國隻股啊咩？4年嘅，先至換嘅有啊嘛，頂多但是讀啲一波會出嚟嘛，你就係一種전부。可能咧，我看到對我計仔。你成個嚟啊，成個嚟啊，會興嘅。屌啦，硬任務你肯興嘅嘛？有個另外一個種是四行細粒碎碎，是啷是係你羅扎人就羅扎是興嘅。誒硬任務啦，唔知咩啊？硬務啦。啊，硬任務啦，硬任務。硬任務啦。哇，特別攞裝嘛，你另外一種咧，同埋我講嘅咧，係你一波嘅咧。你講我哋我應該有印象啦，我阿介在時候，特別我 I make sure 就係好笑，因為我看我都係 sure 啦，但係你同我講我手法就你講任務硬任務，是另外一種佢就係掛把青就係我是想到係哪種嘅。特別人嘅硬任務呢記硬任務你四粒啊，就係係一種啊。伊特擺有學下，就一陣即教學成學下喎。你叫你時候有時個最之記你坑入面，你就我特別俾隻小隊俾白開起來時，你坑入面學學下，有時播啲鬼吹學下嘅咧，就佢啲嘢就落嘅。成日阿摩丹嘛是啦，阿摩丹嘛是學下嘅你都遲掉嘅。阿摩丹到啲一摸去掃下，係咯。而佢好似啲隻摩丹用住假開嘅嘛，因為阿摩學下嘅都隻假嘅，就算佢哋冚冚啊。我用豬轉。我用假刀架嘅喎。你用假刀啊？係石磨。石磨。佢石磨咩？你介意會因為除咗白啦，應嘛？我就講後面，對。我頭啊，你講下大聲冇嘢。會使啊！阿 John 你真是你大聲咧。我講下大聲。等陣我俾佢開來 mic。特別這一項事，先個當報告，是人即你有嘢你愛使後夾較遠啦，冇離開呢個唔得。我有愛使上麥，很嚴就超好。好，當然下大聲，特別問而家就我啦嚇。問講就特別你就明啊，即係你頭頭你講話就係。喂，係，咁樣大聲，有嚇個有人講嘅時咧，但係都講到木瓜，你厝嘅叫就係木瓜。冇，我厝有制任務。我大 flat 冇制。我想大 flat 冇人制。我大 flat 冇人制。有你大 flat 制咩啊？你俾隻佢自己到去邊啊？除啊，去邊啊？冇需要制嘛，邊咧佢自己都睇邊啦，即係咪先咧紅病？愛只何類 anytime 人睇病好咯，好好。你睇鬼子人是唔是而家自己鬼子多成啊？你關下架邊自己而家鬼子多，但係佢哋人太 online 咧，可能囂就呱呱。實你白人，實成日都白人多啊！你人赤鬼子多係赤鬼子多一等啊啦，就係赤老啲啊！我係記。邊電你是樣嘅。一笑掉，人是來做亂嘅事就夾出來邊電咧。邊電是樣事？咯。邊電？特別伊人用啲尺咧喎。有咩尺？是哦。特別明顯嘛，用赤鬼子啊嘛，又冇講嘅赤白。赤鬼子用下啲嘢喎。是哦。伊唔是講嘅赤白嘅赤嘛。你唔要緊係實用嘅，就博你一試過，頂頭時候我一朋友後就試過，伊到底伊就試過配有到底伊個即係厝嘅啲花款嘅嘢，一成日試過整喎，好笑，有嘢冇好笑ด้วย有嘢成試過整，有個可能，我看過呀，伊試過整嚇。伊特別啲成一粒試過，一陣就試過個計四粒啦，就我叫我記住厝看過，你知啊？你是不良啊？嚇？
伊試過發育不嚇，良啊，發育不良嘅嚇，無夠蛋嘛，無夠薄。啊，細粒呢，我過去出看，那時候尾時講伊睇啊，伊時候我看大粒，差唔多成個較大粒過，咱較淺啊，較大粒個就無很呀。你伊食菇嘅時用切嚟食無甜嘅，食正嘅，有影無鮮乳嘅。可能伊人唔是掉啲劑咯，所以個無呢好食。嚇，少少唔是掉啲你掉啲劑，你施肥啊，有後面都較無相嘅嘛。也肥嚇，係肥咧，放放曬落去啊，放曬咧。也肥歹勢。咁是放曬唔是做肥咩？是啦，椒，我較就是牙椒。你看就是牙椒啊！你真係咪咪嘅？使個吉利嘛，使個吉利，使個有時出嚟有栽花，有栽下面先問牙椒。尤其你細漢囡仔是規世界喺外口佢度放嘅對啊嘛。有影咩？有影冇嘢？係你講只放椒啦，等長開搞曬少有冇嘢？是啦，有啲時你睇你嘛，背背了啊嘛。使時間好啊！你使你牙超去拿你使啊鹹咩？你講咪抌下額頭講咪仙女山花？係啦，仙女山花都冇做嘅咩？仙女山花啦。你唔問講你冇做嘅係數。仙女山花特別做啊！你有你做啊？整個阿你都長一你係咪？阿你shower 啦，shower 嚇嚇。哦。你做啦？叫佢啫，叫佢啦。冇呢大間。bomba。啊，對。邊部？你是咯，古仔人講叫佢。嚇，你個係咪鬼子係啦？就係本地鬼子。當時嘅只，哦不，等，榴蓮咯。等我講你講只本地鬼子，我哋成日都是食榴蓮先。榴蓮呢，我無講真正暑假食啦，比如我無講驚咯。有個人真無暑假，就是無暑假咧。我們想啦，我差唔多。我姑姑有真有淡薄食，係咪姑姑？英國。係咪姑姑？姑姑一條。姑姑一條，你講係咪？姑姑一條。姑姑一條。姑姑食一條。尤其啲英國歌名講一粒榴蓮都真係貴類。佢啊，真係貴啊！嗬，個冇錢。是啦，你買一粒馬來西亞都百幾塊啊！我都冇幾款呢。成個劍啊呢？是啊，你特別俾俾榴蓮啊！呢個貴啊，條想講日本地個百塊馬來西亞都一粒。嚇，隻劍咩嚇？隻啊是放曬是放劍內。冇嘛，你只人有個人見呢冇變嘛？有個人見呢樣是食啊。但都是對馬來西亞食個片啊得啦。我係啊，地叫榴蓮棒咯。一人講。我哋叫榴蓮棒，一個 room。唔是頂到是唔是？在 supermarket 我是有樓口賣本係白嘟啊。卡邊邊呢？白嘟嚟呀！白嘟講咩？執皮啊？執皮咩？白嘟執咩？白嘟冇咩？我唔知。唔得嚇，冇你百度嚟樓卡去俾一時，哇！創起頂面哦，哇！成個走 gas 呢邊。你唔係講啊？你就是你俾榴蓮係你車位，你不會話啊拍一隻，加埋你入車看。哦，係咪？成個俾死，成個 gas 呢？嗬。是啊，多是啊，我只叫我就走咯。一個特別食點車你都冇 feel 到咧，食點車你就話爽。老人家食都是跟食到一種。冇是榴蓮就只無上裝啊嘛。啊，你唔會錯人啊！你唔會直嚟講我未曉答你，因為我你額頭講。我都未啊。哎呀！特別我暑假食榴蓮，我是經嘅漸咪會食咧。一人講，等陣聽會掉。漸會無知。哦，漸哦，在頭整會曉，哈哈，我知。成個尖頭一粒咪啦，成一粒，牙喙佢撳嘢咧，掃嘅喺度掃住。特別我講聽，咱攏特別哎呀，我未曉啦，就白刀人講啊，白刀我嘛得是講，哎，因為有一種叫做紅蝦啊，那個唔知個咪 B1D2 啊，咪你知隻名？知，我聽過這個。那個隻叫咩？豬肉唔是豬肉，叫做咩？甘蔗，唔是豬肉嗰啲。嚇！這叫甘蔗唔是咩？我唔知喎。哦，你叫甘蔗，你有一種攏是個食啊，你烤，你是配你白薄薄嘅，嗰時間食。可憐嘅嚇。啊，嗰時間食係你較厚白，成個豬脂嘅。
甲九八招紙，啊，照紙個好似啊，無紙個好拍聲無。我就笨大，我就未甲咱買有紙。有陣時無。試過啦，咪有知，咪等咪作證咯。冇知咪等咪作證。OK，因為有冇好問安尼食啦，尤其食試過，你食到紙嘅咧，就講啊，試過我未食，我試過食，我本時食冇紙嘅。有冇紙嘅嘛？唔知咩，我未。我葡萄本隻冇紙嘅。葡萄下對，葡萄特別葡萄，咱冇執，咱咪本地嗰啲葡萄唔是嘛，嗬。是啦，葡萄唔是啦。個即係 mango 嗰啲 mango 叫咩嚇 mango 叫傻一招，傻呀！哎呀，攞咗嚟邊嘅啦，我是本地貴子係。啊，傻一招，誒，頂住有時我讀啲係你亂講嘅，叫咩嚇？啷係啊？你是亂講嚇？亂蛋，係亂蛋嚟啊！你見亂蛋嘅時候，我讀到就人講，是講是別人驚，是唔知。人講啊，攞隻係你油炸鬼嘅，攞隻鬼哦。嚇？係豆瓜我就知啦。我聽過。咩豆瓜？係豆。油炸鬼，我記我真啊，我特別路我較大漢呢是較有食到有係油炸鬼，特別頂到我成是 original 無係 original 無係。真奇怪，我感覺，若是你只路只嚟講嗬，有係整，even 有成個係喺啲油壺本已經無面啱了 feel 到，因為你覺得是貴子嘅嘛。我油壺我嗰間隻喎。你就係自靈嘅，你睇到只係講自靈拔刀咯，佢都叫你食都唔使。自靈什麼啊？善堂啊！你講善堂啊！我就記你善堂，我真驚善堂嘅。你唔知古仔就是我嗰邊有一個安迪就是喺度食落只，善堂嘅唔會拔刀落去，伊都唔知肯食。Oh my！要佢點彈到嘴入面？就是有個夾喺度爽嗰啲嚟。我就記你善堂啊！我個在美國冇善堂啊，我就是為咗搬嚟，就是搬嚟，就是為搬嚟英國是邊個？阿咩？你買小細細就冇聽到。啊，講。善堂聽到。叫咩啊 ？KL 某一個地。零笛啊！你桂林糕就出名咯。人講呀，我收咗一個名呀，伊有隻善堂大咧桂林糕嚟入邊咧，入邊有，睇你諗食嘅。條歌。伊桂林糕佢寄了嘅。有條歌。冇，唔使有條歌。我唔使食寄特別 email 嘅。哦，係你假啦，你講假，可能你馬來西亞可能就巴咧，告訴。怎麼講？你只看到 keyboard 咗喺度講冇聲。哦，怎麼講攞只嚇對，一個有啊榴蓮咧，我講就唔使攞乜隻叫榴蓮背哦。啊，唔知唔白。我睇白咯。我睇到你辦咧，你 respond 你辦咧。馬來西亞 broadband 嘅差啩。你是我聽到。你來個餐我跑你電話啦冇？我講係啱我跑你電話。會使本我都熟噶。啊 ，OK 我等係啊，依個餐依個山個餐嘅，同埋佢真係是要學我一電話，就我拍個快拍掉。哦。啊，鵝頭。有可能是唔是因為伊個 broadband 嘅數？係啦，broadband 巴黎嘅數啦，當然我講拍可以。特別咱講只榴蓮半時嚇，咱只榴蓮半時有當時啊，你話我真係你個 explain 我看。介紹我下，按咗只咪是頭手尖淡，我就夾住忽榴蓮嚟，但點嘅半一夾喺度煎啊，個人都知啊。你兩半要係咩嘅啊？飲我唔知。啊係啊。有時兩大聲講緊會能播。係嗰個東西啊。講緊會能播。我就係小看咗。啊，講下。OK。啊，嗰東西啊。有上大聲個夾緊會你吹係個回氣，你冇清喎，係咯，冇清，香粉棒棒，你聽到？你聽到我棒棒喎 ？Hello，有一部聽到人係我有聽到啊。小王買啊，我琴日我睇緊跑路。啊？小王啊，我跑咗呢度跑咗段時間。OK。喲，就是呢，讓各位啊，讓就是會參加這節目，好似讓這。what equipment 應該 OK 啩？啊，你 equipment 應該 OK，講你但唔想玩你 computer 呢？我佢聽到你 computer 行事個。
哎呦，那個玩會咩？講邊得殺氣後背，係特會影響。我講邊得去到。你聲就好，你聲就好，我就同你講用你 eyesight 聲就好講。是啊，我當然就是我 eyesight 當然就我驗咗條麥喺驗了就話。就是只水嘅出來聲，只水如果放咧，只波是聽係就知啊。OK 啦，我唔知個家聽呢個幾聲。誒啦，你聲嘅水人嚟到。OK，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ทำตัวนี้เดี๋ยวสิแล้วก็ทำไม pick up ล่ะ唔對走去台啊！或者即係講你前面嘅好食，但係講榴蓮係都知啊！即係四人面啊！即係嘢我未啊 ，hello， 食有啊 ，hello， 有啊，OK， 就เดี๋ยว講睇，你嘅實數就你來插落嘛，直播了點先啊？แล้วก็我講隻榴蓮杯時，我是係煮到啲話杯嘢是沉鹽煮嘅就。嚇，那有沉鹽嘅都。沉鹽水咧是，我只而家係到啲杯頂面嘅，有時咪是，你可能只用手指，佢就是用頭巾插乜嘢？但都是用手啦，就用插乜嘅刀。有人用頭巾插乜刀？你隻杯是邊用手啊？你點搞只？冇啦，榴蓮杯㗎，很正啊嘛，我又唔是混啦。我是有啊，我是用啫嘛，我教人嘛用手隻杯，當時啊唔是特別。哦，唔知啊，我 feel 到冇關係咯。食榴蓮杯就當成一隻桂枝用手嘅講無相。你榴蓮杯，那個一種類叫，啷食榴蓮，你食八桂啊，食了榴蓮是，有當時哈，你講熱氣啊，唔是忘記過，你記，咱手臭味，你記咱手臭味啊，有人講話，聽冇嘢食啦，即係伊殼到啲係到啲水牆，你個口殼咧是伊老鬼伊殼嘅水嚟食，冇嘢哦。我唔係 try 過，但係陣時人肯講咯。我 try 過都冇嘢食，咪是走臭。我看香港嘅時會，其實係換廁所啦。你講啦，哎呦，這香港，你講咪啲臭就去講嚟啊。香港魚塊香港魚塊我本時有按你咁講咯。係咯，到時有陣時人肯講。一個就種就是個另外一個是，你只啱咪是在期咯，見講只咧是破病啊條，你條係叫又唔知係到啲殼嘅位啊，啲殼啲一忽嚟坑嘅啊，你係到邊黏嘅咯，我做過有。我唔係做過，肯定做。我都唔係。因為我就榴蓮就唔係食隻。係到拗咩嚟？哎呦，這個亂呢，這 connection 知道？complain 啊！complain 啊！即係住啦，牛頭啦。complain 我頭唔係 complain 話，我睇。你聲哋對，哎呦！我鼻啊！我試過對個字打到琴啊，突然間牛頭啊！牛頭咧 upgrade 呢 equipment 啫。看你又對我牛頭咩嚇？你看當然話咧。你按站斷呢啲 key 思路嘅。我拍我厝嘅電話啦。喲，你等陣我特別停者啊，我特別停者。哎呀，免啦，個結束。你說你琴咩好？嗰個冇嗰啲個。嗰有咩啊？嗰面嘅鬼子數講下，當佢學即係講啦，就我頭都冇講掉。我掉唔掉？同佢單出聲嘛？聊我咪鬼子啊！你安布拉咯，佢走我等個口地隻安布拉嚟咯。安布拉是唔是？係直超嘅嚇？冇超。安布拉咪是直超嘅，係咩啊？啥所以你可能嘛？誒，安布拉青色嘅。你嗰個絲係青，係鮮嘅，不係青嘅。佢哋都是講上下煮噶。不，要一種是絲啊。一隻咁水啲大髀啊！喺豆蔻啦，唔是老校啦，唔是老校，我知唔是老校。有一種是一隻超嘅，你睇假咧是啲嘅絲嘅啊！哇，上冇紅音，一定是絲嘅，唔不啦，絲嘅一種唔是青嘅，啷只係一種是青嘅。哦，我就係你講嘅事啦。有超嘅咩？唔使，兩做佬嘅嘛，兩做佬啊！而家已經
一隻 fiber 嘛。唔制，應該是咯，你講。你講呢個數啫。講啦，咁係咪教？哎呦，單人估都未講。你極笑啊！你有得時咪極笑啊？又我掂掉單我頭啲講了。我頭。我未暗啦呢。哎呦，大家我怕你潮來喲，我怕你潮緊啦！你搞你啲對喲，哎呦，我怕你潮，哎呦，死啊，做我灰度啊呀！原本是頭一刀落念啫，係本是頭一刀落念啦。我早起個但係我講到是傻啦，成日8點我是冚咩啊？你看是你人聽節目是無想，你知道人講條哈，搞好了咁好啊，聽到聽到啊！我起床你做我斷開啊嘛，阿娘阿爸哥。知道冇反台話咧，正話傻你差。你問講時候，我問講時候大聲啊，佢頓時候大聲啦嚇。你講你暗布拉告訴。但係暗布拉伊嘛，你永食嘅主意咯，你按照我唔未記啊，一切了，一切地病你反正就係一切一吹地病，你冇切佢地啦。แล้ว就話你一漸你永食嘅主意，你話我大擺就是地啊，係你實做你你注意咯。就我有印象，你講下面物件。你咪是試咯，咪是成個我知啊，咯。試咯，對咯，試咯，成個都講下啲換咯，一隻換換。嗯。係對。成個都隻硬土嘅。啊，佢真係依邊事就唔是講緊啊，桂子呢嘛，有個參備主意咪甩白白嘛。嚇，最大桂子蛋肯啊。啊，桂子蛋咪主意就喺度等個口。誒，同佢講你桂子蛋依即係 plastic 依籠啊，依個卡 plastic 籠嘅硬食嘅啊，偷俾。硬食嘅是地冇怪，硬食是地冇怪。我唔。我唔知喎。我點解對佢嘅即係阿講得介紹我看到。我到票度看到。真熟嘅啊！你係種嘅，係種嘅誒，係隻蛋，真香嘅。我哋嗰頭都就咁講啊，隻記錄片嘢嘅啦，例如話俾浸糊啊，俾紅奶啊，浸糊係你水梅歡，紅奶會係水梅歡。嚇對。好了。啊，紅奶唔知係飲咩啊？係飲水梅歡啊，飲。係水梅歡嘅好似啊。我就係講我隻試過係水梅歡啦。這我唔係聽過咯。試過諗下係有乜嘢？誒，我講聽我係姨嗬，知唔知有聽我係姨？我係姨嗬，一隻我只一部就試過嘅我係姨啊，特別就試過配。嚇！誒試過配隻係。你做咩嘢嚟？我唔知試過，唔該隻特別一隻試過配，一隻去試咯就，一試一隻菜包呢係啊。哦，我成嗰時係有 fresh 嘅嚟食。應該做劍枝啦。哦，係劍枝啊。劍枝用試過可以做碗嘅咩？啊，有。這唔知這都每日弄噶嗬。一個係啊，你我唔係隻櫃特別有可能做過。你講會知啊？即係啊，特別講芒結啊，冇講芒結嘅芒結我冇食冇熟噶。芒結係咩？芒結啊，係咩啊？山竹啊，沙滴。攞隻廉鉗咯，廉鉗唔知。係咩是廉鉗廉鉗伊配接是了一青色嘅啊！哦，阿毛榴蓮。是啊。阿毛榴蓮水啲呢嚇。我係記是啊，講話叫釋迦嘛，就係釋迦牟尼頭，但係可能啊。哦，係啦，阿毛榴，I think 是阿毛榴蓮啊。伊南面伊什麼生嘅榴蓮，你淡薄似碗嘅嘛，特別是啲啲呢伊。係你款奇怪，我看到我都唔敢食。哇，好食，我驚食咯。好食啊你！啊，水啲，誒，伊南邊伊白是唔是差唔多成間羅娜，兩隻羅娜？啊，羅娜你你下啲。啊，兩隻羅娜啊，即係阿莫西，唔是，呢邊有咩啊？貴超市收視 can 啊，阿莫西或者嗱一間，我請一間阿莫西，即係咁樣講啫。我冇你阿莫西個好似，我嗰時定嚟嘅。啊，了個嚇，即係羅娜呢條，羅娜定到我隻眼睛啊，同佢唔知我或者派除啊，可能啊，嗬。你真係我嚟制啊！係咪嘅？自己制啊？冇，而家冇人嚟制。
我還哪個知啊？哎呦，我見只羅咯，點解是我知一張羅我八個站去啊？多多單嘅，即站啊特別細啊，細隻粒桂子啊，是我八個站去站。識啊！你在無人殺咯？嚇無人殺我知。哎呦，我見只無人殺喎。我是啊，拜七個時間有只無人殺你啊？幾隻啊？依家嚟掂我，亂去橋啊！咪貴嘅嚟掂啊？冇你當講樣做你第二日你是特擺哦，你拜第二日嘅時候，樣再去辦講嘛，人哋佢只嚟掂啊，咁樣掂咯，跟住看下幾樣橋呢？哦，哎呦，我本橋我見只一個無人殺，我嗰見只我無人殺好食，獨孤我冇熟㗎，無人殺好食。誒不，嗰一種是獨孤殺嚟叫做就成長整嘅，嗰隻你叫林拜，咩林拜？啊林拜啦叫。我唔係聽過喎，講我解釋啫。伊上加人殺呢，特別個大粒林波，伊配一教嘅。哦，哈，我知。我唔知。啊，叫做林拜。我都看我教謝貴子，有嘢咱家己都唔知。係啦，咱教好啦，咱個謝貴子嗬。個一個油啊，油啊是咩？哦，油啊，薄咪咯。哦，油啊是攞油。碌油啫。攞油。滷嘅攞油咧。油啊，你食咧，係你啉水啊，壳嘅。下時你啉清啲嘅嘢，你除殼。我真係我白要啊，是特別白，一時係落對位頭嘅，椰配啊，你就諗白，諗時對面試下格咧，時諗切你講得咧，白，之後你嘅落對頭嘅，時 sponge 嚟嘛。啊，是咯。你去而家是去熱波啊，嗰陣是去熱波嘅俾你嚇。是啊，熱波出餐一隻嘛。啊，是咯。油啊，成日是江湖人嘅物件嚟掛。嗰時熱波就江湖人。日本人講話成日用啦，碌油啊、碌油葉啊，咪嘛。樣也俾佢十個先有啊，只隻。啊，對，俾佢十個嘅時間嚟擺。你樣過你硬咗一看咧，你一靠到啲硬咗去。特別有人擺提供咪是有，啊，即係上戶擺提供嘅時，你覺得有效應哦。哦，你甚至日本有人嘅係擺嘅碌柚啊，樣也依圖啊，咪有嘛。我乜都有咯。然後講啷個字，啷個字句子，我那時那字啷個記一種叫做白節菇哦。哦，節菇啊，上加kiwi嘅話你。啊，就個 kiwi 咧，特別做個嚟食嘅，鵝藤嘅 kiwi。啊，做個嘅。係鵝藤嘅 kiwi 嚟咯。哎呦，我嘅驚字啊！我個 kiwi 比數只淡嘅嘛。我個特別你那是驚字，你度驚字，那是你唔敢食就只炒你講。你只你處比數只淡嘅。我是咩？美國人這樣做搞啊？哎呦，夠啦！似臭味喎，可能淡嘅臭味，唔是香。林大嘅臭味。咩林拜？唔是隻林拜。隻林巴，梗係錯一輪。呢個而家你是即係話節菇啊？定當我廚喂個晒話節菇啊？特別一件字啊，冇特別老啦，我知啊。人齋只字，話節菇。而家揾大。誒，但冇隻錯刷刷呢？嗬，是唔是？係，咯。依個口係眼錯嘛？依個口上摸摸咧，特別依兩邊咪上，依係上色，依係是紅色，依變做錯刷刷起咋？有你只咬牙帶。只咬牙帶咩？我唔知啊，我唔知。你唔知啊？我知伊摸邊，我知伊摸邊，佢邊摸個地呢？啊少。一個係咪一個咪貴子嘅時候嚇？見照啊，同我哋講見照就係個數講下數時傾。啊，講見照。唔是真係個數講。咱馬來西亞見照真係濟種啊嘛，有比上下面嘛。比上阿娃擼嘅見照啊，比上蛋豆啊，比上家家啲咁嘅物件㗎啦嘛。有啲這邊英國冇，英國可能只裝嘅照。咁我能想哦，邊個我是想，邊個就在那講。你見照？你講見照啦，咪就係裝嘅咯。你到邊個，我到邊個，我啲英國咩是想一裝咧，一堂課咧。這就是多條一裝嘅咯。有你就有你兩個拜七個誒。唔是青嘅照喎，咁唔是青嘅照。你唔，我就是樣嘅啲阿毛精嘅照。阿毛精照，阿毛照。你就有咱有一種是比照細條嘅，你真好食。我見只。是啊，你就我哋朋友真好笑嘅，有人看過嘅，伊講按照人 Asian 嘅照安尼細條，你看往 English 嘅照安尼大條。I 講你冇看過超嘅照，青嘅照呢？
請嘅招嗰大條啊，邊有冇招？樣就是做叉燒有人嘅嚟做Chicken Maryland咧。哦咩？哇！Chicken Maryland 啊，有人嘅做Chicken Maryland咧。西餐咧 Chicken Maryland 炸另個條啊。啊，你Chicken Maryland 你學到見招嘅嘛？我知。我冇食過喎。你見到食你咯。這種嘅物件是美國物件啦，嗬，英國冇嗰啲物件咧就。冇啊。咪 Chicken Maryland 咪 Chicken chop 嗰啲物件是冇嘅咧就。冇 Maryland 係是美國就係會嘢嘛，唔是咩？哦，我話嘅時候啲啊 Maryland 特啲隻超餅，特啲隻超餅，特啲你當康嘅。哦，我唔知喎，唔知是有一隻冇一隻，點解做出來啦？啊，冇可能講Chicken Maryland，大家美國有比較咩？我都唔知。Maryland 個零。依係見招嘅咧，話特你嚟到門。哦，咱用比較做咧，啊！不過一個事講聽啊，我一個你唔在台灣，我一個家己人啦，講家己人就好啊。伊一到是因為是讀咧，伊做先生啦，定估是當然冇做啦。伊定估做先生咧，咪是去讀咧到底算個當年有一間啥 college teachers training 咧呢啊，嗱去讀咧訓練做先生位啦。然後伊就哈對。資訊咯，因為是去這個因為是上個樣 dining hall 就半夜房，喺間店喺隻唔件事咯。因為是嘅咧，因為因為是借嚟個兩隻朋友隻物件啦，然後就換下差唔多換下搭波來每個哦，你比上咁巴咧，就我朋友講，比上啱啊，佢講。講緊自己未打開牌射到潮啊！自己人，小咪講嘅時就係我自己人冇聽就直播，你這節目安尼受歡迎嘅，係咪人冇聽啦？如果唔是定人冇聽嚟㗎？係咪唔是定人冇聽？哦，有啊，我聽人講佢。是啊，即係聽到潮啊！聽到潮嘛？哦，下次聽人冇搞聽我就係掉。但係你都貴世界，你減一個 North Pole， 你冇呢？誒，別講可能有本啊。North Pole、Australia 啊、New Zealand 嘅貴世界冇人聽 ，China 又有人聽，是唔是？嗯。特別你實講到你冇一個改變是邊樣嚟，唔是都冇一個改變大啲邊樣嚟變動嘅。係啦，唔是啲 KL 啊、百里匯嘅。少，誒，差唔多不了啦，就不了，嚟講啦，這樣睇咩得咯？你叫咩啊？菜龜咪是咯。咪菜龜冇啦，菜龜特啲 Australia。哦，是唔是？但係唔係 even。即係是講講啦。人咪是，人咪是啲 KL 啦，路咪是澳頭咪是啲 KL。有啦，不知有。你記得你係講啊，你 reunion 時間啊，勁穩啊，你講。佢世界人㗎啦，走緊。當時檳榔嘅學健拍世界嗬。是咯，或者咱做 world tour，咱去 tour 佢世界 tour。檳榔人是 everywhere。時個人講中國人 everywhere 嘛。係咯，尤其是檳榔人咯。搞一句俾你啊，講係咪你講得成？冇啦，我就係講因為當今正London 政府有正越嚟越濟檳榔嘅人啊嘛，古仔冇咩聽到人講福建話，當今貴司機冇聽到人講福建話咧。哦呀，嗱檳榔福建話，好似真係檳榔款嘅福建話，我唔知有聽冇聽啦，即係。介紹人啊。因為有時我古仔話你頭嚟London 定點時候，我冇清楚想講英國是冇咩檳榔嘅人嘅嘛，喺嗰度成日教我爸人講福建話講嘅就係大聲啦，成想講冇人好聽，你都出。啊！你係私人面嘅臭你咪人嘅臭。我好似之前好似我去幫晒啊！我哋唔是我哋定人嘅夾嚇，好像街會聽到啲人講雞巴嚟。我等於講人嚟，就行咁聽到別人講福建話，就梗係親切呢，行咁吹嘅，我可能就留意呢邊講電話咩臭啊！就是人嘅邊啲福建嘅節目呢這人是講聽就是真，這人就是尤其是咧到外國嘅人啦，若是冇到外國，每時講聽到梗係親嘅呢，咱冇咪特別聽過邊啲福建做節目嘛？福建話。是啊，因為有時 even 成個往啲 shopping 啊 supermarket 啊 grocery shopping 啊，你每時要聽同樣。別就行咧，聽人講，唔係啦，這個貴，這冇好啦，睇你票嘅好，你個搭，你個誒點樣嘅人，誒，佢聽下出嚟。
是啊，因為你馬來西亞人講，特別話成日無上酷嘅，又無上寬嘅。對，咱邊咧福建是屬於成個咱嘅北方嘅福建啊，即吉打哈，即吉打鼓，有一間人有一人有一個即羅倫蛋又有一個都係咪嘛？吉打鼓。吉打鼓幾那裡阿羅斯達，一個有大餅啦，本是上嘛講嘅。是咯，大餅個人講上嘅。北酷嘅咯，地方。北酷。北馬北咩？北咩？你邊個北嘅啦？北咩？誒人講嘅寬咁無相嘅嘛，所以有時都聽得出嘅。我係講，你話我講佢後尾一個，後尾講一人講問講時小鄧啊講伊，然後後尾一個都個小點嘅鬼子哦，我想啊。我想食咩鬼子啊？任務個係咩個？冇啊嗬，有啊。阿摩蛋咯，我怎麼諗阿摩蛋啊嚇？阿摩蛋有隻烏色本啊。阿摩蛋青。有隻個喂嘛講，因為嘛講隻無摩蛋，無摩蛋。無摩蛋我是日到食㗎啦。冇啊嘛，頂之時候嘛是講嗰時無摩係有一種事。摩地摩蛋。我唔知。是唔是加定嘅葉配？我唔知啊。呢個就係配一定嘅就叫布拉山嚟。咩布拉山？布拉山，我那話叫布拉山。布拉山啊？布拉山啊。PULASAN 啊。哦，布拉山啊，布拉山，我唔捌聽過喎。誒，那是各位聽眾啊，那是各位會講係咪個白里往北記講下搖頭啊。搖頭嚇。那是我未記講嘅，我諗未記講即係 special 嘅代表性嘅。會記，你那是你讀小學，你去小學一本冊去看，你就定到小學時特別要讀冊字啊。本地水果啊，嗰啲列出來嘅咧，你啊，即係那是即係自己都知咯。我想到你係咪有冇講啊？芒果芒果怎麼打？怎麼打？芒果怎麼打？未記講。就number 特定要四下小表半能價格就不得差唔多上啊嘛，依款。是啊，差唔多上。特別能價格長嘅，比數嘛差唔多上。怎麼打個語嘢嘅？那怎麼打個這是能價是卡骨呢？實你怎麼打？我個這是過來煎的啦，都換你比切啊。你是有比切嘅。你話好料，我哋好食。哇！你就係你佢啲記錄片，你炸鹽椒啊，炸即係。你係咪係煮嘅啊？佢個咯，哇，係好食啊！佢個咯，係啦，佢自己煎你鵝眼地龜，咪是話你特別嘅片咯，鵝頭咯。是係唔頭。鵝龜，你嘅片嘅咧就係食啊，又卡住滿個菜龜個係咪？垃圾，不得垃圾個。搞爽好啦，即係未食爽好啦，咪是你買即係爽好就好料。俾啦爽好。哦是咩？我未食物件，冇人食啊。Lucy 係咩？哦，說是加嚟咯，加屎，有嘅。做晒嚟食啊，真係食啊。係啦，做晒食嘅。你我是係啦，我冇嘢食下，我是咪菇。咪菇我就食，咁都係食咯。誒，感謝咯，羅人。even though 尤其是這個這四兩邊誒電話，然後這點聲。sorry。對佢本來是特別請我食咧鵝龜。係使啦，冇問題，我當全部真好食你。呢個叫做鵝龜，不咩你厲害？哎呦，冇近講啦，鵝龜你應嘅。哇，厲害咯！鵝龜哇，好靚啊！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啊！你去買你地龜對嚟嚇。地龜咖喱係咪對我咖韓中嘅地嘛嚇？你地龜就正嘅係咪？對。我成日聽到想講錯話。係啦，你嗰度講時候你講咩？我嚟嘅字嘛，係我成日聽。我嘅嚟字，我而家嘅嚟字嘛，而家嘅嚟字嘛。Sorry， 我哋多死嘅條嘢。對，阿崩。阿崩我教我感謝各位聽眾嚇。誒，頭先我未記放咧動唱嘅歌，我記放我嚇。冇放。頭先我冇放啊。
冇。頭先我辦啊，OK，大家感謝誒，你拜咱拜你拜緊嚟拍 call 過哈，各位聽眾期望先嘅，亂講亂蛋嘅會去邊 forum 嚟啊，亂蛋去邊，即係你看到即係學頭就是一秒鐘咪大佬係咪 big 係咪 gallery。big gallery 大佬咪個視覺頭嚇，就是只看嚟，就是話學頭嚟。感謝各位聽眾啦，即係就是看不知那個。不知要叫你講幾個什麼啦嚇 ？OK， 講你處，一處我就得得，我就得得，對，哎呦，個古我講啊，我就得得，我哋講我就得得，我就得得，兩路係寫字裏邊啲字裏去得得呀。因為我未使講，我未使講。即係。發作嘅講個講時間講，OK，發作時間講，嗱，我是要聽你韓國嘅個水，不如個對嚟啦，今次啊，我諗我特別嘅邊哈，我頭家即係英國嘅倫敦嘅蘇時傾，今次啊，拜拜。